哎，这班师回朝都回了2个月了，每次都那么说，谁还会相信呢？说的就是啊，现在每天宫中的日子多爽啊！我再也不用提前1、2个时辰梳妆打扮了呢。哎呦，你要不说，我还真没有看出来，你的真面目原来长这样啊！那怎么了？都说啊，化妆是为了尊重自己。我呸！我连自己想见的都见不到，我还装个屁了啦！哎呀，以前我这脚气怎么都不见好，现在时不时让它出来吹吹风、晒晒太阳，我这脚气倒是好了一大半了，再也不用担心皇上看到会不雅观了。难道你们就不想念皇上吗？想，怎么不想？可是，一想到啊，现在每天自由散漫又舒坦的生活，对他的想念呢，就减少了1/3。娘娘，娘娘，那边传来消息，说皇上已经到了城门口，很快就要到皇宫了。赶快梳妆，对对，打扮。皇上，罪臣领罪来了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皇上，杨将军这么晚来此，可是有什么事？皇上，臣教子无方，教子无方啊！是关于杨言的事。皇上，臣刚刚收到我那逆子杨言的家书，家书上说，他和九王在一起，正逃往关外。我那逆子从小脑袋瓜就不好使，他现在和九王估计正在圣都周边。臣现在就带兵把他抓回来。不必了。啊，皇上，您另有谋划？该如何处置九王和杨言，这也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还没有想好。皇上，您有何疑虑？九王和杨言现在还未归案，若是他们被抓到了，朝中大臣一定会上书，要求将他们处死。可是皇祖母年岁已大，再加上杨将军你，皇上，您要是顾虑我和那逆子的父子关系，那臣现在就和他断绝关系。不只是你，包括杨家的祖辈，都对南下有恩，战功显赫。若是处死他们，怕是会伤了很多人的心。如今他们在外逃亡，不再回圣都，也不会再威胁到朝廷，如此倒甚好。就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吧。皇上，您宅心仁厚，臣谨记于心。九哥，等到了下一个村子，我就把我的刀给卖了，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饱饭了。我想好了。怎么了？我想好了，我们不能再如此下去了。这种东躲西藏、浑身发臭、风餐露宿的日子，我早就已经忍受够了。九哥，等到了关外，我谋个生计，就不会这样苦了。
现在是苦了点儿，你再忍忍。杨言，哎，你听我的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根本没必要这样。你是锦衣玉食的大将军之子啊，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在前面等着你，你现在却跟着我过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，是我害了你。九哥，不必多说了，都是我自愿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决定回去认罪。什么？你别想不开呀！你回去，七圣能饶了你吗？你忘记了吗？他要惩罚僵尸那个撕腿的刑罚了吗？用我一人的性命，换你们所有人下半辈子和我自己的坦荡，我觉得值了。九哥，我懂了，我陪你去。娘娘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一想到九王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娘娘，你不会还是对他？我对他早就没什么想法了。我也告诉自己，不要再想这件事。但我一想到九王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，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就觉得良心不安。娘娘，九王现在音信全无，我们就盼他一切安好吧。也许没有消息，就是好消息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他还能活着。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跪下！免了，把他们的手铐都解开吧。做了这么多面子功夫有什么用？你倒不如一道圣旨把我给判死，反倒不难。你以为朕不想吗？老九，朕没想到你一错再错，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，别人毫不知情，他们全都被我给骗了。至于皇后娘娘，是我蓄意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她对你忠心不二，毫无动摇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。你想给我定什么罪名，痛痛快快的来吧！九哥，把他们都压下去。是。走。齐胜，为何不速速判我？走，走。齐胜，齐胜，齐胜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医，太医，皇上！他们两个回来自首了。那这下，他们两个人都难逃一死了。丽丽，备上好吃的，我要去见杨言。